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12月初1。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2篇第1节到第7节，18节到19节。以赛亚书第4章第2节到第6节。使徒行传第1章12节到17节，21节到26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中建。中建是基督教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践的基础。就好像真侪时阵人时常讲打掉重练啦学音乐的过程的中间，学音乐的人时常会经历到即种的过程。特别是虽然讲咱讲主修这个人伊的主修的课程已经修真久但是若换到一个主修的老师了后，教授了后，伊的概念、技巧，较对音乐的诠释会拢会无共款。因为安尼就需要拍掉。定练，经历这种过程，会当互这个拍掉定练过程来训练的人，伫音乐的表现顶悬，才有可能有一个全新的表现。若无就算是换一个世界级的大师来指导，所演奏出来的结果，可能只是一个甲过去同款，看袂出。听袂到改变的结果。相款，这特别也是针对信仰来讲。如果一个性命无有被拆毁了后重建，就永远是原来的样式。有真侪时阵，人真惊人去讲到家己的问题，非常敏感，真容易。对号入座，嘛真容易自我感觉受伤。这种敏感的反应，常常造成家己正做迄种的刺猬，迄种的防卫系统。因为安尼，生命就一直无法度被拆毁来重建，无有改变，伤害就是个自我感觉。一直感觉真好。以赛亚先知提到着耶路撒冷的重建，为什么耶路撒冷重建是重要的代志？因为耶路撒冷已经被拆毁所以重建的原因虽然是唔好，但是因为圣经记载圣殿是去互异族来侵略。毁坏人民又去被掠，因为安尼的关系，才会本地已经背离上帝收领的以色列人，会当去重新思考，较望得到上帝的保守甲眷顾。所以因就期待着上帝的怜悯、救恩，搁一摆临到伫因，互因会当重新回到伫故乡。来重新清理因的家，重建圣殿。不但是因为圣殿完全被毁，更加是因的心灵重新整理，生命被改变。以赛亚先知又去讲，时候得要到，上主要互这个土地顶悬的每一丛果子丛，每一丛食物拢生伫。悬个水，以色列所留落来的人民，拢因为土地的出产来自夸，感觉荣耀。每一个瓦地，上帝竞选留伫耶路撒冷的人，拢要被当作是圣洁的。主要凭着伊家己的力量，审判这个国家。互伊来洁净，
伊也要洗清起耶路撒冷的罪过，甲伫遐所流的血。迄时，伫锡安的山顶，大家聚集的所在，上主伫日时要用云彩来遮看因，伫暗时要用烟火来照因。上帝的荣耀要遮看保护全城。伊的荣耀亲像长白的顶头，开起来会当挡日时的炎热。这个城要成做避难所，来闪避狂风暴雨。每一个遐活地的人，拢是要互上帝来竞选，拢是因为上帝的圣罪的怜悯，就互人当作是圣洁的。因为是上帝凭着家己的力量来审判阮这个世界，嘛因为安尼，阮就被洁净啊。以赛亚佮重新讲着上帝伫出埃及的时的保守。伊讲迄个时阵伫锡安的山顶，伫大家聚集的所在，上主伫日时要用云彩遮看因，伫暝时要用烟火来照光因。上帝的荣耀要遮看保护全地。伊的荣耀亲像场边的顶挂，天开起来就会挡会掉日时的炎热，互这个城成做避难所，来闪避狂风暴雨。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做追求被偷放，脱离最劳累的痛苦，但是因需要愿意来担当，愿意来被改变。所以咱会当看见伫出埃及的旷野40冬的中间，虽然因安尼毋是真顺时，但是上至少因担当啊，离开原来无介顺心的习惯的所在，至少因已经伫迄个所在习惯430冬。如今却因为一个因无介意的领袖摩西来就起来离开，伊就开始行迄条真长被拆毁、被重建的过程。所以因伫10届的即个基础的下面重新被起造。一直到进入伫耶路撒冷，拢总开40冬来重新建造。当然了后嘛毋是真完全啦吼，但是上届无因就已经动啊。中间上大的脱崖就是不动如山啦，无要震动。真侪时阵咱会讲安尼就好，还是讲咱以前拢安尼？若是讲咱安尼，毋是准活几十年啊嘛？也有人讲着免计划，着照以前安尼以算照编，敢毋是安尼吗？咱是毋是真正准备好要来迎接新的耶路撒冷的应允？或者咱只是摕着一支刀仔，期待着一个搁较大的鸡卵糕来切，这个我的，迄个毋是你的，安尼来赶阮教会尔点嘛。耶稣基督受钉死以后，门徒转来到耶路撒冷，因组织做伙，常常同心合意祈祷。伫经历这么大的挫败了后，因真正被圣神改变了。因的生命完全被圣神重建，因无搁再来灭掉的刀闪。如今因组织做伙，思考重新选择一位代替犹太的使徒，并且确立因要成做主搁我的见证人。因祈祷讲：主啊，你知我每一个人的心，
求你指示阮，让这两位中间倒一位是你所竞选的，来取代这个使徒的积分。这个积分犹大已经去世了，去到伊应该去的所在，因为因的信心被拆毁，但定心又搁被建立，所以因为安尼就开始建立教会，教会就建立伫这个信心的磐石顶悬。诗篇72篇第1节到第7节，18节到第19节。上帝啊，求你将你公正的判断赐予王，求你将你的公义赐予主王的囝，互伊会照公义审判你的子民，照公正判断属你受苦压制的人民。愿大山带和平予伊的百姓，愿小山予因享受繁荣。伊会替百姓中困苦的人伸冤，伊会解救善车人，会拍碎压迫的。愿因敬畏你日久月深，直到万世代。愿王亲像雨水落伫草挂了的园。亲像及时的雨水润泽土地，伊在伊作为的日子，义人会兴旺，甲月平久享受大和平。第18节，至高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只有伊行奇异的事，应该受到称赞。愿伊荣耀的名永远受称赞。愿伊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恳求上帝帮助阮重建阮的信心，互阮愿意重建甲你的关系，互阮的性命被重建，成做上帝圣神的圣殿。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